来继续要来讲中正纪念堂到底要安怎转型呢？文化部伫去年提出2项规划的方案，这2个方案拢无讲要拆中正纪念堂哦。另外，这个前副总统吕秀莲是来建议讲，甲改造历届的总统纪念馆。即卖行政院的政务委员林万益讲，有人建议甲立法院迁到中正纪念堂，也毋过内地的立委对这个方案拢有无同的意见。伊对交接是中正纪念堂上大的卖点之一，不过即马伫转型正义的面临转型。几十年都这样子来，应该是没必要。OK 啊，我觉得 OK 啊，因为你没有面对他，你没有去做转型，那这些过去的受害人他们的死亡就没有意义了。文化部提出2项建议方案，去年底送到行政院，前副总统吕秀莲建议改为历届总统纪念馆。政务委员林万益嘛讲，曾经有人提议，甲立法院迁到中正纪念堂。先要听听各界意见之后，再来下一个步骤，再来说合不合适把立法院迁到那个地方，规划好再说，不是用网红式的打打嘴炮。国民党立委不满迁到中正纪念堂，民进党立委嘛各有想法。个人相当赞成，从世界各国人家来参观立法院，也会觉得说，我们的立法院很庄严很美丽。比较支持蔡其昌副院长当时他提过的立法院，他认为可以到成功岭这个想法。另外，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闲置的空间是之前的审议会。林万益嘛强调，文化部2套方案主要是功能转型，并不包含拆除中正纪念堂。有计据了春节过了后，调开跨部会协商，收集意见。